期待阳光的疗愈。喂，我说过了没差。那业主不知道粉丝团人数多少吗？他为什么要把我跟那个小魔摆在一起啊？那就代表他没有把我当做最好的人选。反正我不差这笔钱，你把我推掉了。嗯。好嘞啊！奶油醋糖啊！好哎。所有嘅证据都伫了，那去啊？安怎处理？怎样处理？我冇备份，唔做得风险。既然惊我传出去，我留底咪幕后。你先领头。敢會咁多辛苦，風霜一路，披上淡夜乾電路，永不服輸。茫茫大病會多前途，春夏有秋冬，嘆歲月太匆匆。上減地板行錯，休息一下別強訴。入口看千山萬樹，披一下發勇相扶。年一年滅風塵有愛，感謝有你上下天數。不是愛情清楚楚，永遠銘記在心中。不是愛情清楚楚，目光來是路。一生人單槍做得為騙人之路，冇辦法推佢條行路。Roman Roland。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？没有，我这里也没有。门诊最近没有特殊的案例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边了啊。我这有，请说。我想问杨轩的人力什么时候要补？可不可以等他回来再说？还要等他回来哦，不
不是说要请假3天而已，我也是3天又3天吧。他已经打电话给我报告过了，大家同事互相体谅一下嘛。哎呦，阿长，为什么我要体谅他？那谁来体谅我？我都很久没有休假。好了，如果没有问题，那我们就散会吧，去工作了。好。杨轩很亮，我怎么去救你？阿长按你之後已經要夾幾年。那該理由啊。哦，我来这边这么久，你第一次请我喝咖啡耶，李医师。刚好有买1送1的优惠券。所以你本来是要买给谁啊？出来，丑博你跟我给绘图本，阿长吃豆尿。哦，俺你還問前都幾啲老幾講。那個繪圖本啊，你用啥都講嘛開。李先生，俺係掛廿幾問診。OK， 那像小白，人排到7米1雞，就唔會賭到其他騙人嘅。俺是誰？有嘛開門診啊？你用啥都講嘛開。噓。还是没有我妈的消息吗？再给你妈一點時間吧，不然會談的時候又要起衝突。四拳，左腿，快，快，后悔了，就爱装嘛，爱装病嘛。所以我们爱留你哦，因为你未成年，家人没有来接，不能放你出院，不然就看你要去哪里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啦。哦，有我妈消息再跟我说。好啦，不要说我欺负你。下午要订鸡排，干嘛？一样，小辣不切。我说嘛就讲诶，干嘛介意听？这个真麻煩，打算去按好的頭腦。係咯，聽下問題。喂，阿長，你喺前面等一下再來。好，挑事诶。小东这次感冒这么严重，已经请假好几天了。虽然以他的成绩来说，我是不担心，不过还是要赶快好起来，毕竟现在是关键时期。会，他很快就回来上课了。哦，对了，汪太太，最近小东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没有啊，我们家小东很好啊。老师，他在学校
是有跟你说了什么吗？没有，小东在学校很少说话，我就是担心他心里有事情没有讲。啊，汪太太你也很清楚，像小东这样的资优生，往往心理压力会特别大。如果家长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我怎心的话，么可能不关心他呢？老师，你是说我是不称职的妈妈吗？你是说我不称职吗？老师，你现在给我说清楚，我怎么可能会不关心我的小东呢？小东是我的心肝宝贝，他是你们这个学校里面第1名的资优生。我请问，妈妈说过多少次了，女生要有气质，怎么可以这样披头散发呢？啊，你将来可是要当名媛的。妈妈买了这么贵的百货公司发夹，你为什么不夹起来呢？妈妈为了你好，你为什么都没有听进去呢？还有昨天的英文，为什么只考99分？为什么不是100分？就是考试之前俺妹让我讲过，个题目看清楚，考给马开分数啊！考研分数，我要考医学院了，法案多钱，本学案多的东西，就希望我做的考到医学院，按有天分，明明就做的东后跟省级。考这么烂的成绩才99分，你会觉得丢脸啊？咁低呀！压人共发，跟你陪你共发。嘘，冇啊，講法干有乜该上？李先生，我牙姑娘錯，我冇姑娘啊，我早就離婚咧，我冇時間，我比賽，我專心。嘘，等下再講。李先生，汪太太係問講哪時要過來？你像我先生天數聯絡咧，我上班還冇翻去，佢可能要一起嘅時間。咩啊？早上嘅咖啡按住食。我冇計，你張道槍攞來天數，但完全唔知會圖本有種東西。如果開圖本係埋愛，唔朋友也喺度買。我冇唔朋友，係零下嘅4年。故事愛清清楚楚，目光愛思路。你好。阿長，我要愛來麻煩嘅，田公你要做希望，係問打算呢？家下楊軒他天返來，躺起來冇蠻好。冇啊你啊，我到半年你去看一下楊軒。そうだよ。阿長，我去看楊軒愛落嘅天數馬介冇？你去下客廳啊。
小白，你那个挂号系统帮我确认一个名字，林丽。碧秋，你挂号单？有啊。挂号单呐？Q2Q 香啊？唔咩 Q2Q 香啦，你看。想爱东西，还当欢喜呢。欢喜就好啊。不过，你妈伊煮了俺唔好吃的东西，俺又唔欢喜。健身唔好。姐姐，唔係唔想人嚟講法。冇啦，可能早晨上班才開咧。騙人！先前上班當開，咪唔會安尼啊。姐姐，有乜嘅唔歡喜嘅事情，都做得人嚟講哦。妹唔係心情唔好啦。係樣嘅咯。尤其，唔敢有嗰種會驚嘅東西，一看到、一想到就會驚嘅。喲，復古婆，姐姐做到復古婆係冇？算係啦。結婚唔會開啊！姐姐，唔諗嚟講，唔知嚟上班，我喺嗰個一波空嘅。佢唔會開捱啦，捱但唱係唔知點樣會出現。迄個佢唔會開唔做乜咁驚咯。我會講咧，看到佢，我就會想到青島冇發生嘅事情。想係乜解？當佢以前，我有一個脾氣都唔好嘅男朋友。佢兩啥也強下咧。男朋友脾氣唔好，乜樣嘅？老天是強要會答應係冇？係啊。佢係好嘅復古婆啊！佢老男朋友搶走咧，安尼男朋友卻唔會答應啊！男朋友真係壞你。我要出門啊？電話去經紀公司。啊？經紀公司？奇怪，按調班去經紀公司免無多按講啊？咁有？唔係轉來看保費啊？啊？我講唔係轉來看保費誒，係冇？乜個意思啊？冇乜個意思啊！既然我唔係唔親好嘅對象，我留下來做乜㗎？一下我咩冇一逼唔係得乜㗎？你的意思係講我分數？我冇按樣講哦，大伯講我分數誒都係我。baby，幾亂講嘅啦。按你就好。啊，俺半夜唔是等啊，俺馬上來吃飯嘞。这里都欲擒故纵。
你是情场高手，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啊！你之前不是嫌他管太严吗？又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又有钱，你早把她甩了。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是这样说没错，不过我真的觉得哪里怪怪的。这样舍不得啊？德浩，女人对你来说不是在早就有了吗？我之前看你甩另外一个的时候，也没看你这么烦恼过啊。好了，我这个人哦，讲话比较直啊。我还说点开心的，我刚进练团之前啊，外面有几个妹子好在等你，我就猜应该是你的粉丝啊。漂亮的啊！理事长，走。小白，资本的门诊名单我看一下。故事爱清清楚楚，目光来思路。唔爱出去，李先生敢有同意？是啊，妹，给你看一下那个片里，底部有一种该外出同意单啊。在手案部医生有同意。用没呢？菜园爱出去，就背叛啊，没问题啊。放心啦，没加嘅。先生，冇吃到几奇怪的。我嘿，对阵来多一下，开飞冇讲假片哩，又冇用药的，上阵来冇建议，又爱抢价。你说说你啊？我就冇意见的。冇啊？不过你冇讲咪都冇想很多。不过你看片里吼，越读越好，唔是照顾去强生的。佢系唔系我来骗保险金的？冇可能啊！我讲，佢以前都压下后代言做自费，上这款用的东西做名牌。我惊不开开保险公司啊，做新闻骗保险金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外面你要单。这来请李先生哦。李先生，做得让人家都有时间嘛。没关系。李先生，小东要一部的情形用版。表现董真爽，就的时候唔会来。硬用我有可能唔会来。你上摆小东人的讲的话，唔免有谈到。李先生，我真严重用的涂鸦在声音呢。我要同乡的带去转去屋卡，问题去转去屋卡，精神就变得董某真爽啊！做某件事情哦，就冇欢喜。同乡家一声音，迄会帮我开使用的。唔敢有老记讲过，要家己多带中医嘛解。有啊，我哋佢中医的东西对佢冇好处啊。佢暗有天分，我本佢全部就会清好的，我今日都在做唔错某件事情咯。不过小东要有去加线这个潜力，唔对迄讲我程度110评分，稍后来经营的会动辛苦。我迄个妈妈，佢做妈唔肯谈牙根哦。王妈妈，你敢有想过
迄讲伊通连结发，结果无欢喜，其未来迄位要怪唔。迄讲伊行咧七家线嘅路，付出慢慢退价，都会七家线的。我就迄手机跳后上无想清楚这个爱骂该东西。迄期有娘会做得想清楚咯。李先生，我想请教哦，既然当初就要先要做医生嘿？系啊。既然遐有中意这个条路吗？无，来付出了动态嘅推价，迄讲做得过老一摆，嘅感念。我突然倒数。8号。李小姐你好，今天出诊主要有什么问题？李医师果然跟网络上说的一样，哎，年轻又帅气，又温柔。不知道医生看过这么多病人，觉得我哪里需要治疗？李小姐，这里是医疗场合，如果你没有需要就诊的必要，麻烦你带着健保卡到柜台，我会请柜台帮你推挂，不要再用掉下一个病人的时间，谢谢。医生，对不起，刚刚不应该跟你开玩笑的。其实，我来看病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护理师，哦，你好。不好意思哦，我刚好有个朋友也在这间医院工作，我想说找他一起吃个中饭，你可以帮我跟他联络一下吗？可以啊，是谁啊？碧秋。故事爱清清楚楚，目光来思路。我不认识他。碧秋，有一件事情哦，一定要老公，你做不得爆炸哦。谢谢你。从今天开始，请多多照顾。不过小东没有去甲线这个肯定，迄讲伊行咧去甲线嘅路。付
付出满个推家，都会去家先。分生你。小东啊，你要生你呢，搞到懂好，懂乖啦。不过行气嘅，有差些。你说是哪来诶？佢哦，讲呢，这个店接佢专业嘛。生你啊，有时间唔得去家里做嘛。如果太年了，你讲咩唔对？还是莫干莫散，系嘛？我不是不想读书，我只是想念我自己想念的东西啊。跟你说的双主修啊，做嘛枪线文学系呢？我想专心做好一件事情啊。跟你就用暗勇的方式来威胁我，系吗？我没有想要威胁谁，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嘛。做唔得，做唔得。我本两条路，爱你就听我专业好好读书，梦就留到下面。后来唔是不讲的。啊，妈，妈。他们他也就会敌，我一下比你所为，全部就会比你后为。妈，就因为我是一个小孩子，所以我不想念离家里这么远的医学系。我想跟爸爸一样，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拜托你把我的人生还给我好不好？就说一下下也好，一下下也可以。算我拜托你了，好不好？拜托你把我的人生还给我好不好？就说一下下也好，一下下也可以。我要跟医生反驳。我不要跟医生反驳。我不要跟医生反驳。我的志愿是成为一个快乐的人。
转来。阿姐，要不你医院较无闲，伊冇走。冇，你人同意啦，伊怪哦。啊，别个翻出来啊，有做假条，唔等下微波哈，出得失嘞。安姐。嗰個裝來咧。Yuki，嗰個答應將去檢房水。姐姐讀咗復古課啦。佢啲講乜解？你邊嚟嘅復古婆？唔要講乜嘅童話故事幫佢聽。老係冇關係啦。醫生啊，上班上去做了比較細眼子，頭部冇買醫生師。要按前些年用復古課來變做快年啊。有佢一下留佢安好。係喲，這兩啥差唔多等你出重天花哦。佢對方啊有意有耐心，一講就講1、2點鐘呢。要不然好咯，見本人係咪家好嘢咧？我冇特別準備乜嘅，就會試下。你啲經紀公司是講咧，根本就冇去。唔停停啊！因為做唔得，你條外面做過強勇嘅事情。外面冇這麼個壞事啊，愛聽做唔聽啊？一下嗰啲咩物解？本兒先看咯。做乜解係佢？李先生哦，錯啊，我係本李先生看嘅。做講呢句，也不准你個本佢看呢。李先生清孝上清好交通，當然愛本佢看。不管，你放一言。我冇愛。奇怪，那你有冇知道？你好點點的，變到暗暗的。我條擺讀到嘅年都冇馬 Q 用呢。王太太，小東有什麼憂嘅事嘛？小東一下冇憂嘅咧。我那用時做的老給盤出鹽，等下去做的呢。唔老給講了嘛？我咩唔聽用嘅老給講，不過就係按用下一咩沒辦法，我種種對老給這都也冇關係。當叫冇去班入班，俾你下去時間係差唔多。
照顾一段时间啦，我也忝。胜利啦！我已经让办休学，一年你就好好的上课人个做嘛。迄讲无上的托育课，我也顺从。不过一年过后，唔迄还无上到唔个做嘛该，变就躺下个哦。我的志愿是成为一个快乐的人，每天开心的跟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。很多人的愿望是成为科学家、太空人，可是我还是个小孩，那些对我来说都太遥远了。好，知道了。便衣马上找给你。玉秋，李先生，长公主本人无宁，你一傻，什么怎么办？我说要我去做验证来。唔爱出价，迄钱杨轩。系啊。迄安尼，但就算拄好阿姨死去，来再去，你三档唔爱做伫迄款下。哦，无啦。好啊，安子说。小孩敢用啊？小孩敢用啊？好嘞，好嘞，没事，没事。毕小姐来，李先生。啥来迄样啊？查第张看会多，希望记住礼拜两个啥？杨浩，你喺比丘，头摆有见过，你记得冇？呀哈，也没冇在屋下，唔乜嘅事情出来讲好冇？你说少啦。该唔该回乡嘅东西？冇可能啦，全部收起来。毕小姐，你用干啥咯？等下个去看医生啊。还没动伤啊，第二附近的医院马上会帮还没带转来。佢唔用嘅打算。阿长会同意。那阿长讲好了。我本人喺啲咪要來。根本呢，小東嘅阿妹
总算老去有强勇嘅想法咧，但总算做得不用轻松咧。无，但也唔知爱娘会处理也计唔系骗人嘅骗人。做迄个路风，乃啲嘅想，滴了去成功度，乃系唔系咩老小东嘅阿妹强勇，汉子假身法，乃为迄得，乃为迄唔得。不过，我老记着嘅前期无强勇，乃啲迄保护佢，佢冇办法照顾自家。有嘅时节，乃要相爱，我嘅都唔管。保护款款啊，比较一只素材，做难相爱做嘅事情。不过，一趟到了佢嘅伤，乃就地，乃无自己安尼做。你送来相爱做嘛？那迄讲的事情，同你爱新的男朋友有关系咯。其老爱讲，你怎么该学来看见？你那个冇陪我喺你身上。总摆唱书诶，也摆切腿总的书。我要看到麼？我啲聽嘅也腳步，希望做得錯，希望做得錯，希望做得錯。誰唔得？留下一個擁抱，啲從一個世界做得好，偷拍嘅未來無彩。而你我唔會在意，嘅在未來會上才經驗，我唔會在意，馬該係愛，你係唔係恨你呀？出色都太易中，喺啲愛身邊，也想做的一撒來相依。你要看到麼？我啲天定也會腳步，希望做得錯，希望做得錯，希望做得錯。錯事都太易做，喺啲愛身邊，也想做的一撒來相依。你要看到麼？我啲天定也會腳步，希望做得錯，希望做得錯。